很高兴大家又来到阅文奇强的节目，现在由我来为您分析讲解这篇社论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篇是由李文焕所撰写的社论，标题叫做“不必争名，方能立名”。里面的观点真的非常独特，而且发人深省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网络上大家为了一个词怎么用，常常吵得不可开交，但这篇社论却选择退后一步，用一种非常冷静，甚至带着一点幽默的超然视角来解析这场争论背后，我们大家到底在焦虑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看下去。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，台语之争。对，这就是一场关于命名的激烈战火。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，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现象：到底谁有资格说自己的语言就是台语？社论里面帮我们整理出了两派非常清晰的观点。一边呢主张扩大涵盖，他们觉得只要是台湾的语言，客家语啦、原住民语啦，通通都应该包进台语这个大伞底下。那另一边呢是历史惯例派，这派就坚持，如果我们照着历史发展跟约定俗成来看，台语这两个字指的其实就是闽南语嘛，这感觉就像是两家大公司在抢同一个黄金商标的独家使用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但作者在这里点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，这表面上是在炒名词定义，实际上呢，其实反映了我们社会里的一种深层焦虑。这是不是很像过年过节，家族群主为了到底要叫相亲相爱一家人还是某氏家族，在那边吵个半天？说穿了，大家真正在意的是，难道我们非得占有一个名字，非得抢到这个群主的管理人权限，才能证明我们在这个家里，在文化中的地位吗？当一个名词变成台湾性的唯一正统象征时，大家当然会很焦虑的想要挤进去啊。这就来到社论抛出的一个灵魂拷问了：一个成熟的社会真的需要透过扩张名称或是捍卫标签，才能建立起我们的集体自信吗？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真的够有底气，真的还会这么执着去抢一个标签吗？与其在同一个词汇里面打转，作者带我们切换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顺着这个逻辑，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，客语的自信。来看看什么叫做清晰且独立的认同。作者直接拿客家话来当做一个超级具体的例子。客语的定位有3个很特别的地方。第一，人家本来就有一个很清楚、很独立的专属名字，就叫客家话。第二，它可不只局限在台湾哦，客家话是一个跨越海洋、横跨大陆，可以说是遍布全球各地的语言系统。第三，这点最关键，客语的存在从来都不需要去依附在任何单一地域的命名框架底下，它根本不需要躲进其他词汇的语义下来证明自己合法。这感觉就像是一家本来就做跨国生意的大企业，它哪需要去抢某个地方工会的冠名权来证明自己很厉害，对吧？所以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超贴切的比喻，窄门。如果今天客家人为了解决那种所谓的文化焦虑，硬要去挤进台语这个名词的窄门里，老实说，这画面蛮奇怪的。你想象一下，你把一个本来尺度超大、有着跨国历史背景的庞大语言，硬生生把它压缩捏小，就只为了塞进一个地方性的标签里面。这表面上看，哇，好像成功挤进主流了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根本是一种自我限限嘛，反而是把自己给做小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句简单的"我们讲客家话"听起来这么有分量。当客家族群很坚定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在主流争论中认输或是退缩哦，完全相反，这是一种非常深层的自我觉醒。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历史的厚度，也知道自己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的坐标。简单来说就是，我不去招那个标签，是因为我非常清楚我是谁。接着，作者带出了一个我们可能没想过的隐忧，来到第3部分，文化平平化，也就是过度包容的危险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，我们来拆解一下，什么是文化扁平化？有时候我们为了展现包容，用力过猛，反而会制造出新问题。
当你试着把一堆来源不同、历史脉络也完全不同的语言全部硬塞进同一个符号或标签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压缩它们。这就像是你把各种口感分明、层次丰富的顶级食材全部丢进果汁机里，打成一杯综合果汁。名字虽然统一了，大家都叫综合果汁，但是每一种食材原本那个独特的味道跟纹理，是不是也就跟着被抹平、被模糊掉了？作者的推演逻辑是这样的：步骤一，我们一开始真的是好意，出于良善跟包容，觉得说好啦，大家都是台湾的语言，大家都叫台语。但到了步骤二，为了套用这个统一的名字，我们只好把这些多元的语言通通压缩进这个单一符号里。最后到了步骤三，结果会怎样？表面上大家不吵架了，大团圆，但实际上不同族群本来那些独特的历史记忆跟文化肌理，却在这种统一的行政框架下不知不觉被抹杀了。这就是语言包容最讽刺的反效果。我们因为太想包容，结果反而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消逝。那么真正的出路到底在哪呢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，第4部分，本土新格局。我们要谈谈如何拥抱真正的多元。过去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迷思，总觉得所谓的本土就一定要由某个单一语言来取得代表权，这其实是一种垄断的思维。但社论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现实，真正的本土从来都不是看谁能单独代表台湾，而是一个多语并存的生活现实。台湾的声音本来就是分成多样的嘛。真正的多元不是把大家都收编进同一个大伞底下，而是让不同的声音可以自在地同时存在。所以社论里这句结论真的是掷地有声，我们是台湾人，我们讲客家话。这句话真的很漂亮，它直接告诉我们，你的本土认同跟你独特的语言传承，这两件事是完全可以完美共存的。你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台湾人，同时保有你超级独特的客语认同，这中间根本没有冲突，我们也完全不需要发明一个什么新的共同名词来硬把大家绑在一起。总结一下，一个成熟的社会该怎么面对这个课题？社论整理出几个重点。第一，我们要承认彼此在差异中都有它独立而且神圣的价值。第二，重点真的不是去吵怎么重新定义标签，而是要给予空间，让所有的语言都能在不被压缩的状态下被看见、被听见。第三，社会的稳定从来不是靠名称的统一来达成的，而是来自于我们有多能容纳差异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放下对名分、对标签的执着。这也就是这篇社论告诉我们最核心的概念：不必争名，方能立名。好了，在我们节目的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。回归语言跟文化的本质，当我们不再把语言当作是去竞争话语权的工具时，你会怎么定义你自己的母语呢？我们有没有可能放下防卫心，不去竞争，单纯的去欣赏每一种语言原本最美的样子？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放下对名分的执着，我们才能在多元并蓄的格局里安心的立足。希望今天这篇社论的解析有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。我们下次见喽。